现在呢，我在华宏景悦轩6栋的这个位置，它是2梯3户的户型，这一边是150平的，這裡是140平，這一邊呢就是160平的。咁呢邊係一個146方嘅戶型，都係3個戶型裏邊咧帶有一個獨立嘅入戶空間嘅。我哋入嚟房間裏邊睇睇下，佢係一個傳統樹廳嘅一個設計，東向嘅陽台喺園林係別墅區嘅。跟住呢邊係個廚房啊，廚房嘅空間都係非常之大嘅，可以放得落一個雙門嘅冰箱。呢邊咧就有一個生活陽台啦。其實呢個戶型咧係個飛機戶型嚟嘅，兩邊係房間。咁我哋先嚟睇睇呢一邊呢個房間先啦。呢度係個公衞嘅設計，跟住咧呢度設計咗個書房，但係咧完全可以放得啦一張單人床㗎。作為一個兒童房咧係完全冇問題嘅。然之後呢邊過嚟咧係一個連通陽台嘅一個房間，呢個第2個房間啦。再過嚟呢邊睇睇下，呢邊咧係個第3嘅房間嚟嘅。最後啦就係主人房，主人房咧都係做咗一個步入式嘅衣帽間，全贈送嘅呢個衣帽間。主人房咧都係望喺園林嗰邊嘅，望別墅區，呢個採光都係非常之唔錯嘅。咁而家呢套146方咧，佢單價11000幾起咧，感興趣嘅話咧，去聯繫我睇房啊！